台铁发生路火事件，这是有一个上乘客呢，伫咧南港火车头落车的时阵，无细力去踏到越大的警示灯，结果呢，规支卡砖安尼嵌入去，是流火流滴，天7、8针遐尔济。受害者是认为讲，这就是相关的设备欠保养。也若台铁是回应讲，应该就是铁啊尾气，毋才会造成这站意外，后手会来负担所有的医疗费用，也会全面来检查各站的警示灯。好了，那没有了。没事。正甲火插鼻，听甲一直吼，走人坐火车煞拄着意外，因为安尼个受伤。等下用胶带缠一下，然后他的鞋子可能要麻烦帮他脱一下。越大警示灯都是发生代志的源头，乘客落车去踏到，无已经塌落去，骹揪起来拢焦火，全是伤。陷进去之后被刮上一次，然后拔出来就被刮上一次，所以他那个伤口是呈现 S 型，很难过啊，那个精神状态不太好的样子，感觉以后都对那个台铁就很恐惧了。骹明显受伤，紧急送医，天7、8针，即摆行路无方便，影响工作。受伤的人质疑相关的设备欠缺保养维护。第一次发生这种状况，玻璃本身是没有破，旁边那个圆圈圈的那个金属呢，断裂了。未来我们会特别去检查一下金属裂化的状况。途经还有事故，台铁紧急派人到现场处理。代志就发生伫南港火车站，20早起7点外，拄仔是上班尖峰时段。台铁初步判断，金属老旧造成乘客踏一个塌落去，玻璃空挂无损坏，嘛是头一摆发生这种状况。下车的时候提醒民众要闪，然后要定期可能检查这样子。应该是可以注意一下，可以避开。我觉得当然乘客去反映的话，台铁可以改良。中央台铁表示，已经伫早起9点，甲受损的设备完成修复，同步检查各站同款的设备。不过，等下到案发地出代志的空挂螺丝无完全锁掉，为定期检查到维护，拢爱落实，莫阁互坐车的乘客过去拄到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